再去看世界，咱来看人工智慧 AI 科技应用的层面，即嘛是愈来愈快，未来麦当来帮助行动无方便的人哦。亲像日本呢，就有一个视障者，伊是拍电动电竞选手，最近就靠 AI 甲伊带路，可以顺利去到会场比赛。 日本26岁痴迷但是小电竞的藤本，最近在试一个新的实验，请 GPT-4 带路带伊到比赛会场。 Hello, I am in the Musashi Kosugi station of Northgate. Actually, I am blind, so could you tell me more detail for blind people? 藤本一耳挂耳机，听 GPT-4 回答，一耳是针就听4个地啊环境的声，开始这段旅程。 左方向です。照完了行20分，1.4公里。藤本都是照 GPT-4 的提示，一步一步向前行。中几啊摆拢滑头，加上落雨，手机啊是真歹试。藤本都只好求助另外一个目睭无啥好的朋友，做伙过去体育馆。大きいかこの交差点。を渡り、さらに進します。渡って直進。4、しばらく進むと川沿いに出ます。 两个人有伴做伙过去，总算到会场完成期待的比赛。对车站到体育场这段路，目睭正常的人只要开20分就会到。藤本都是靠 GPT-4 的指示，开1点外钟才到。虽然讲时间较长，但是会当家己行到会场，就是真大的进展啊！ 一个学者是真看好 AI 的辅助战略，比如讲用 AI 来帮助听力受损的人，把语音转录作文字。不过，日本所谓无障碍领域的专家是警告讲 AI 有风险。以 ChatGPT 来讲，回答甲这么自然，恐惊互无正确的资讯嘛无法度分辨。另外，训练 AI 的数据大多数拢是主流资料，无一定会当代表弱势族群的认知。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。